第25课，耶稣出现互学生看。耶稣搁外食蛋，10个学生爬山甲食饭。忽然间，耶稣出现互因看。因忽然间看见耶稣徛伫因中间，因拢真惊，因看见伊亲像一个鬼。总是耶稣甲因讲：恁写书底行，恁写书底钓鱼，恁着看我的手，我的骹，一个鬼无身躯，看我的身躯，摸我，用剪头仔摸我的手，用剪头仔摸我的骹，看我的手有电仔的伤者，看我的骹有电仔的伤者。学生剩因的剪头仔摸耶稣的手，因剩因的剪头仔摸伊的骹。耶稣就讲：恁伫遮有甚物通食无？因就摕匙仔互伊，伊摕起来伫因的面前食。耶稣食时，食了的时，因无搁了解伊，因知这实在是耶稣。耶稣甲因说明旧约的圣经所记载关系伊，伊说明旧约的圣经记载关系伊的死，伊说明旧约的圣经记载关系伊必须搁活。伊对旧约的圣经说明讲，基督着死，互人的罪会得到赦免。耶稣叫学生提供福音，互全世界的人听。忽然间，耶稣就无伫遐，因为耶稣忽然间离开因。迄暗，耶稣的学生多马无甲因伫咧。一礼拜以后，多马甲以外的学生做伙。多马答应讲：我若无看见耶稣手中电仔的伤者，我若无用我的剪头仔摸伊手中的伤者，我毋信。忽然间，耶稣搁出现伫因中间。这摆，多马看见伊出现，耶稣亲像顶摆，忽然间徛伫因中间。耶稣甲多马讲：多马，你写书无相信我，剩你的剪头仔摸我手中的伤者，剩你的剪头仔摸我骹中的伤者，剩你的剪头仔摸我的身躯的伤者。多马剩伊的剪头仔摸耶稣的手的伤者，伊剩伊的剪头仔摸耶稣的骹的伤者，伊剩伊的剪头仔摸耶稣身躯的伤者。伊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以后，耶稣离开学生，伊亲像以前忽然间无甲因伫咧。总是伊搁出现真侪摆，互学生看。